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强面对，勇敢地去绽放。搞艺术创作啊，就怕遇见这种半瓶子醋，感觉他什么都懂。要是什么都懂，他自己怎么写不出个东西来？那代人呀，就是有一个特点，就好像他们都是文艺青年。你说他那会儿连饭都没吃饱呢，他就向往上许文强了。就是他想法太多，凡是和他不一样的，他都不能接受。他就是先入为主，僵化，唯我独尊，他还霸道。行，这剧本不好做，我特别理解你。那公司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要和我们解约啊？公司没这意思，我和张总呢都非常信任你们二位的实力，只要我刘一鸣在，你们就会待到最后。朱总那边也说了，剧本不行咱们可以改，大不了把这个拍摄时间往后延一点。那往后延多久呢？1年、2年。那他要是老不满意怎么办呀？一鸣，我看活干到这份上，我们也算对得起你了。不行，我们就先撤了。我们退你1半定金。就是，而且我们也想离那死胖子远点。我说你们俩打什么退堂鼓？咱们当初一起创作的时候说没说好，大家一起共同进退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也别想那么多了，有什么事交给我来处理。一鸣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我知道你是好意啊，可是，一旦这2个编剧扛不住压力跑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有其他安排。冰冰啊，你们剧院演员除了每个星期就去报道1次，那其他的时间都干什么呀？有卖菜的，做买卖的，当老板的，反正干什么都有。你呢？怎么打算？我没想好呢。浪费青春，浪费青春。要不妈这样，我跟你回老家。上回我回老家的时候，就我小学那个班主任，他现在自己开了家幼儿园，还让我过去当老师呢。打住啊！我花那么多钱供你读了4年表演，你现在想说你要做幼儿园教师？当幼儿老师不好当，我真去的话还得考那个幼师证呢，特别难。早知道你有这个志向，我当年直接供你读中专，那得省多少钱呀！现在想回去，我丢不起这个人，想都别想，气死我了！想都别想。
别的话我不多说了，只想提醒你一句，事情没那么好干，悠着点。等什么时候到北京了，你再联系我们吧。爸，每天就应该这样锻炼锻炼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别那么快，等我一下，慢慢走。哎，爸，你怎么耍赖皮呢？哎呀！怎么了？哎呀！你赖皮等我。这2位是我们海州的传奇人物，朱总、张总。朱总好，张总好。别客气，我跟一鸣啊，铁哥们儿。张爷啊，是这圈里响当当的编剧，那在我们圈里，大家尊称张爷。张爷，这不是一上来就成了我们的长辈了？我看还是叫张老师好。啊，对，叫我老张就好了。张老师戏呢，在圈里口碑特别好，那他的戏从来没给制作人赔过钱。那非常了得呀！好啊，你怎么早不把这张老师给请过来呢？哎，咱们大家坐下聊嘛。好，来，走。哎呀，张老师，我跟您说呀，之前呢，我们是整整的折腾了1个月，结果呢是一无所获。这次呢，能把张老师给请过来，我想你会让我心里踏实点。小刘都跟我说了，我听了你的传奇经历以后啊，觉得特别的震撼。有那么震撼吗？我现在几乎要成了你的粉丝了。来之前啊，我让小刘准备了一份你和他的谈话录音，我让我的助手啊把这些谈话啊整理了一下。你看啊，在这当中，我觉得有用的地方呢，用绿线把它勾出来；您觉得特别强调的地方呢，我用红线把它勾出来。然后在我构思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把它充分的考虑进去。还有啊，这些书呢，是我用来速成海州历史的。要知道啊，过去的有些地方啊，不是随便走一走就能看到的。这个工作非常的有必要了。你们瞧瞧，这张老师果然是名不虚传，非常给力。来，好，张老师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能把你请来给我们写这个戏，我是1万个放心。你是把我给 hold 住了啊！走，回来了，老板。哎，阿姨。哎呦，小关回来了，饭做好了啊，一会儿吃饭啊。好。这个您收着，这是我在你们家的生活费。哎，小关，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，哎，你干嘛这么客气啊？不是说不让你客气吗？阿姨，我知道您拿我当亲儿子一样，但是我不能让您往里贴钱。贴什么钱呢？不就是多一双筷子吗？拿着。哎，您收着，要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。我说你这孩子咋这么犟啊你？阿姨，您就收着，这样我心里踏实。你踏实了，我不踏实。哎呀，您听我说，你给我拿着。是我来干什么呀？这孩子呢？拿着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哥，你干嘛呀？把钱给我拿回去，要不然赶快从我们家滚蛋。小关，拿着吧啊！你洗手，待会儿吃饭啊。去。创作当中，趁早给我看一下，本子要不行的话，这事儿也够呛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万一这个剧本啊，它万一有那么一星半点的问题，你和你们家老爷子就稍微通融一点。打住，我可不敢说大话。我爸从来不迁就剧本，本子要是烂的话，你就是给他一棵摇钱树，他也不会接的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要真有摇钱树的话，可以直接送给我啊。行啊，我一会儿给你种一棵去。张爷那边怎么样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来了这么几天呀，就跟我们说他需要一个空间，需要创作。我估计这哥们儿现在正在文思如泉。那我们就等着看大作呗。行，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。保持联系，拜拜。我听你聊了这么久啊，我呢仔细的听了，也仔细的思考了，我呢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以你的个人经验写成这么一个剧本啊，那绝对是有问题的。除非你是花钱为了过瘾，
要不然绝对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呀。我的这个大纲，也许跟您的个人经历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东西要是拍出来，一定能够大卖的。你这个好像是个鬼片啊！对呀，这就是一个小成本的鬼片连续剧啊！哎，我想玩的是小情调、小悬念和小哲理，这可以小成本制作完成。哎，只有小成本的东西才可以博大利呀！博大利，哎，哎，全是鬼话呀！你是生意人，你怎么这样做生意呢？我比你明白，不用你讲。你知道行业规则吗？你知道什么样的片子才有高票房吗？我跟你说，像你们这些人啊，自己写不出来好东西，你怪投资人没有眼光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个圈子怎么那么多的烂人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是好骗子，骗我你还嫩着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怎么骗你了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再说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有本事你给我拿点好东西出来！这什么玩意儿？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啊！你是不是把我当傻瓜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个傻瓜，你才是个傻瓜呀！哎，朱总，咱们再商量一下啊！不商量，不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走了。朱总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卢总，我跟你说，前面的两个人是两个懒人，两个笨人，这次你直接给我来个烂人。张总，这件事儿我提大了。这个剧本真不行了，烂，很烂。是张悦写的。不知道，估计他这次撞鬼了吧？真的有差到这种程度吗？是刘一鸣，你是不是脑袋也进水了？你还进了面粉，你是不是浆糊了？你好歹是一个演员，你觉得这个本能演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现在这个本拿出去啊，连环保局都要告你。你爸看了怎么说呀？我根本就没敢拿给他看，否则以后啊，你跟他说话的时间都没了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雨下的这么大，赶紧收摊呗。再过1个月就到了你建组时间了，到时候剧本没有，导演和演员的钱肯定你就拿不回来了。所以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收摊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你现在让我怎么收摊啊？我钱都花出去了，难道打水漂吗？你现在不收摊，你的窟窿会越捅越大。我告诉你，何可可，我现在收不了摊儿，我只有把这个片子卖出去了，我赚了钱了，我才能把这冤枉钱全赚回来。老何，我再求你最后一次，你再帮我介绍一个真正靠谱的编剧行吗？你最后只会倾家荡产。你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就帮我找个编剧行不行？我说刘一鸣，我会害你吗？再请一个编剧下重金，我保证这一次万无一失。账里面还有多少钱？还有2、3万，或者是1、2万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再让朱胖子往账里边打100万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有什么不可能啊？这高投入才有高回报。一鸣，我想我们现在是该收手的时候了。现在的一切还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。为什么呀？志豪，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剧组，一个剧组里面换编剧很正常啊，不行就走人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一些钱？这个钱是我刘一鸣投的，我保证让你们赢得更大利润。我现在要的不是赢什么，我是在想怎么能让自己别输得那么惨。100万花完了，游戏结束了。朱总，新剧本、好剧本一定会有，
我们要花钱请真正的大牌编剧。我同意，但是我不会再付钱了。合同上写得很清楚，剧本初稿通过后，再付第二笔钱。你先把那100万给我个交代再说。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，您相信我。可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好题材，如果现在放弃的话，就太可惜了。没错，我也是这么理解的。但是回回你都告诉我，你能请来好的编剧，结果呢？100万我花了，剧本呢，我没看到啊。我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个好的剧本才对？哪怕是一个好的提纲啊。你的问题，你去找张总谈。可是如果你现在小刘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个会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欧远啊，我让你帮我找的编剧找到了吗？大哥，你以为是买白菜呢？哪那么容易啊？现在市场上1线的编剧是什么价？网上都有啊，1线的那几个差不多1集是。那你就帮我找那几位，不管多少钱我都要。我有办法。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，可问题是一鸣现在实在是太不理智。我觉得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劝劝他。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啊，就会出更大的问题。钱不是都用完了吗？就算他想继续，又能怎么样啊？难不成他会找朱总再投钱？有可能。你这话倒提醒我了。那之前那100万怎么办啊？朱总肯定不会让之前打水漂的。钱的问题嘛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会处理的。就是这几天你好好陪陪他。那存款不是都给你了吗？一共15万呢。妈，现在这钱不够啊。这事儿对于我来说，真的非常重要。儿子，你知道这15万是怎么来的吗？是你老爸跟你老妈攒了大半辈子才攒下来的耶！你再要多了，我们也没有啊。儿子，你到底是想干什么？妈妈想知道你。对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。爸妈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我想把我们家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，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回来大笔资金。到时候我答应我老爸老妈，给你们在海边买一套最豪华的别墅。儿子，你说把这房子给抵押出去，那我跟你爸去住哪儿啊？儿子啊，儿子，就算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你干的是正事，真是这样，你别说把这房子抵押给银行，就是把这房子卖给银行，我跟你老妈也支持你。你到底干什么呀？是啊，儿子，你干什么？你得告诉我们，我们呢也可以去借点钱呐，或者干点其他别的事儿啊。是，儿子，你想过没有？我要干事儿，我把房子抵押给银行，是那么轻松的说抵押给银行就抵押给银行了吗？万一失败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那我跟你老妈的就真要住到大街上去，知道不？爸妈，我不是不告诉你们，我是真没法说。我跟你们说了，你们也不懂。我越说，你们越不相信我。你们现在只要告诉我，这房子到底能不能抵押？冷点儿，你冷静一点。妮，你赶快劝他。妈，你别让他劝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什么都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张志恒都告诉我了，你就不能跟他学，冷静一点，成熟一点。你要觉得他好，你找他去。算了。去哪儿啊？哎，儿子，刘一鸣。朱总，这是100万的支票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项目失败了，对不起啊。
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，没什么经验，所以我应该负全责。那我这怎么好意思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虽然我们都想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可毕竟我们还不够成熟。希望有机会再跟您合作。好。张总，送你一句话：你比我小10多岁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你一定大有作为。多向您学习。问题出在哪儿了？原因有很多，但是我是总负责人，所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朱总怎么说啊？他那边倒没什么大问题，不过我怕在他那边留下不好的口碑，所以呢，从自己的账户里挪出来100万，还给了他。很好，你账户里的钱本来就是给你作为发展基金的，这个钱花得值，这样也买回了你在业内的信誉，值得。老妈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把这笔钱再赚回来。妈妈相信你，加油哦！别着急，大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，哥哥，怎么样？多少钱？行，你帮我跟他说一下，没问题。明天下午就把钱给他打过去。现在我帮他订机票。啊。这件事情本来就该由我负责，毕竟是他们先找到的我。一鸣就算是机缘巧合吧。我们都小看了这个行业，只是我还没有告诉他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。我觉得他应该会明白的。我们都很了解他，不是吗？燕儿，来，妮子，来坐，过来啊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编剧我已经找好了，钱也到位了。刚在来的路上，关海已经订好了编剧到海州的机票，万事俱备，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。嘿嘿，怎么样？我说你们两个在这跟我眉来眼去的，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啊！一鸣，把机票退了吧，合同终止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和他们解除了合同，这个项目不存在了。那100万呢？之后拿自己的钱已经还给朱总了。一鸣儿，张志和你很有钱是不是？你们家很有钱是不是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有钱没胆。鸣儿，你这辈子注定是温室里的花朵啊！你别这样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伟大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特别感激你啊？你以为你的100万可以替我摆兵线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张志和，你毁掉了我一生的梦想。我毁了你的梦想，我毁的是你的鲁莽和你的鲁莽为你带来的灾难。张志和，这是10万块钱，我今天打算给编剧的。我告诉你，张志和，我刘一鸣一定会还清你这100万。一鸣，去哪儿？刘一鸣个王八蛋！一鸣哥，你等等我。
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，让我安静一下好吗？你在哪儿？陆叔，陆叔！哎，谁啊？我什么时候发现莫叔不见的？我都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不见的，我回去就没找到他。爸！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您看到一个差不多有这么高，然后60多岁的一个老头，在这儿了吗？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张警官，找到了，好，谢谢啊，马上到，好，好，广海。陆叔，喂，找到了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找到了。哦。燕儿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都在忽略我爸，都没有好好照顾他。心里在乎的、想的都是你。就像我演完出，第一个打电话的是给你。要是你不问，我都忘了我爸没来看演出。这段时间我明知道我爸身体不好，都没有多陪陪他。爸，快点好起来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爸。我做的也不够好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肩负起对莫叔的这份责任。莫叔，你看这个长得像没妮妮？看看，像不像妮妮？做什么呢？爸，来擦擦手。我来了。哎，莫叔，把手擦干净，然后多吃饭。莫叔，痛吗？痛吗？这里呢？恢复的不错，你们家属护理的也很好。太棒了，辛苦了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从他目前的状况来看呢，以后应该不用护理了。可以出院吗？不行，老先生，您在这儿还需要再养几天，好好休息几天，过几天呢就可以出院了。
好，你们先休息。爸，再忍2天啊。喂，哪位啊？什么？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你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说，王金平，我过了，先别过去。孟叔他现在不清醒。放开我！不要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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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！快上了上！大夫，我爸打了安定，应该没什么事儿了吧？今天晚上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过，你父亲今晚的发病影响了其他的病人，院长让我通知你们，要尽快的转院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只好强制他出院了。大夫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医院的本质就是救死扶伤，什么叫强制出院？你有什么权利赶病人出院啊？明儿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今天晚上，孟老先生每个病房大闹了一场，闹得2个病人家属去向院长投诉。哎，这老爷子现在精神很紧张，如果继续在这儿，不仅影响其他病人。这样，你告诉我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大夫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们几天的时间，我们也好联系其他的医院。可以，不过呢，这几天每天每时每刻，你们家属最好留人，24小时监护，能做到吗？好，放心吧你。好。我们医院啊，是目前全市公立医院当中各方面条件最好的。你看，环境也不错。你们呀，把老人交给我们，尽管放心。你别逼我！对不起。你们护士，你们怎么能放那？护士，你别逼我！不你！哇！我不你！你别逼我！别逼我！不你！这不太适合孟叔。孟叔需要的是一医疗条件好、有24小时护理的。我们再看看。回来了。刚睡一会儿。孟叔今儿怎么样？挺好，我们谈了谈心，聊什么？聊人生。行了，也不早了，乖孩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行。哎，对了，医生说只留1个陪护就行了。那时候也不早了。
我留下。去吧。你帮我把妮儿送过去。那不行，要留一块留。妮儿，这样吧，关海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我跟一鸣一块来陪我爸。就在网上查了资料，你看看靠不靠谱？随时去，随时叫我。拜拜。哎，燕儿，过来。这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好像还不错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医院床位都满了，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床位了。那还要等多久啊？这个不好说，我刚刚已经帮你登记过了，如果有床位我就给你打电话啊。陈医生，陈医生，李主任让我来找您，他说他给你打过电话了。哦，对，李主任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怎么今天就办住院手续吗？是啊，院长也批过了。来，我带你办住院手续啊。哎，好。老大，有床位他们为什么不收啊？他们的床位是给那些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留着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找他们去，我找他们闹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不收？我住在门口跟他们骂街，看他们收不收。你骂了又怎么着？人家该不收你白骂。即使收了，我赶不上孟叔叔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哥，不信你找找二哥吧，他肯定有办法。算了，不能什么事都麻烦他。燕儿，张志恒打电话说条件特别好，而且啊，跟那个院长已经打好招呼了。你跟他说了？是他来医院看我爸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爸，我出来帮我妈买东西，一会儿去看你，啊，挂了。嗯。大哥，原来我觉得什么事都难过，现在呢，觉得咱俩更亲了。因为咱们兄弟俩都是穷人呗。对，都是穷人。穷人！爸，这也太高级了吧！哎，海呀，你看，孟一新3区2号病房，现价押金3万。卡里有10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拿着吧，不是都欠了90吗？还差那10万。好兄弟，马上还你。多少钱呀？我来付。哎，一鸣已经替你交了。多少钱？还有剩次住院费，我一块给你。丢不丢人？有什么账不能回家算？不行，亲兄弟还没算账呢。你什么时候成我兄弟了？我这兄弟长得还真俊。哎呀，多少钱？不需要说清楚。
哎，张导，我是那个戏剧学院刘一鸣，黑子。对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是，我最近也没接什么戏，然后现在不在老家呢嘛。想问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角色？对，就是角色或者是武行我都可以做。啊，好嘞，那我等您消息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嘞，张导，哎，拜拜。喂，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、言而无信的家伙？找姐姐干嘛？是这样，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剧组？你打算回来了？有戏就回。刘一鸣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对了，你上次跟我说那个红姐，就是南方影视基地那个演员工会负责人，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？红姐，她是个群头哎。群头不就对了吗？我不就一大群演吗？燕儿，怎么了？出院？为什么呀？他们代表某种情绪。下完了。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这儿好是好，我还是觉得挺贵的，药基本上都是自费的。放心吧，钱不是问题。钱怎么不是问题啊？我们又不是在这儿住1、2天。再说我爸也想回家了，是吧，爸？对呀，回家，古雨在等我呢。啊，回家啊！你看，我爸现在状态挺好的，我可以自己照顾他。这儿花钱又多，我还得两头跑，比我自己在家照顾他更累呢。从小到大都是我爸照顾我，这次就让我好好照顾他吧。